老板，打个电话。喂，赵姐，我店里缺货了，想去你那里进点货。嗯，好。哎，好了啊。目标转向东湖路，盯住他。阿姨好。哎，洋洋，陈姊妹，这里是你要的华仔肉参显现。好，下午我就给弟兄姊妹送过去。最近又有不少弟兄姊妹被抓，你要多注意安全。知道。哎，我有个亲戚啊，在宗教里是讲道人，人性还挺好。昨天我给他们见证了神的显现做工啊，他们还挺愿意考察。那好啊，如果他们读了全能神的话，能认出是神的声音，那就是神的羊。要不明天？谁呀？物业的。楼下说你家漏水了，我们查下水管。你们什么人？警察，不许动！你们干什么？警察，什么事？队长，不许哭！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你们有搜查证吗？少他妈废话！队长，不许动！收仔细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他妈的，还敢不老实！扔东西了，老实点！收到一包书。队长，他扔的手机，还有电话本。神啊，笔记本里有弟兄姊妹的电话号码，我太不谨慎了，愿你保守他们。妈的，摔坏了！都带走！进。进去。抓了个姓神的。把衣服脱了，搜身。全部脱光。
科长，人带来了，站好。科长，这些号码打不通啊。你叫什么名啊？家住哪儿啊？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？问你话呢。你什么时候信全能神的呀？在教会都担任什么职务呀？这本上记的都是什么人啊？是做什么的？快说！你不说我也知道。这个本上记了这么多人名和电话号码，你肯定是个带领。呀，这长得还不错嘛啊！哎呀，这年纪轻轻的长得这么漂亮，干什么不好啊？非要信神？吕处，吕处，吕处，怎么样？还没有结果。来，坐。这是我们省公安厅的领导，吕国光处长亲自来审你了。你应该知道这个案子的分量了吧？赶紧把情况交代清楚。我们监控跟踪你挺长时间了，知道你是教会带领。我们找你来，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教会的情况。只要你肯配合，把你们教会的上层带领是谁，还有教会的钱放在哪儿，都交代清楚，就啥事没有了。我们绝不会难为你。我信神没有犯法，你们为什么监控抓捕我？为什么？现在国家政府正在全力取缔全能神教会，你信全能神就是国家要犯，我们就要逮捕你。在中国，是共产党掌权。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无神论。你们信神传福音，就是跟共产党唱对台戏，就是在颠覆共产党的政权。你敢说你没犯法吗？你们说全能神就是救世主来了，是真理。神在哪儿？谁看到了？神能救人脱离贫穷吗？神能救人脱离灾难吗？你们传福音，让人都信神，跟神走，这就是犯法。你们就是扰乱社会秩序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。共产党就要镇压你们，取缔你们。你还是赶紧交代吧。只要你好好坦白交代，我们就可以对你从轻处理。我信神，是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，主宰一切，这是事实，谁也否认不了。现在灾难越来越大，各种瘟疫、饥荒、战争都要临到。
这是因为什么？都是因为人类抵挡神造成的。只有全能神能拯救人类脱离灾难。现在天国已经降临了，全能神发表那么多真理，都是为洁净拯救人类，把人带进天国。你们共产党却疯狂地抵挡全能神，抓捕迫害神选民，你们不觉得这是罪孽吗？罪孽？哼！共产党就是要消灭一切宗教信仰，就是要取缔全能神教会。什么罪孽呀？啊？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交代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妈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让我不交代，我妈，起来！站好！妈，中央早就下发文件，对你们这些人，整死也不犯法，打死白死，打死了拖到后山埋起来，谁也不知道。妈，起来！交不交代？站好了！妈，妈，带过来。起来！站好了！站好，不许靠桌子。站好了，不许动！就你们这些人，还想跟共产党作对，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！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天下？现在让你交代，这是给你机会。等你同伙着了，你可就没机会了。把它看好了。这两个人肯定是全能神教会的骨干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撬开他们的嘴。是。现在全能神教会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，中央、省委和公安部领导对打击取缔全能神教会的工作都高度重视啊，多次下发秘密文件，强调要多做少说，一声不响地将其打掉。你们这次抓捕的2名教会骨干，手里面很可能掌握重要线索。如果能从他们身上打开突破口，把咱们市全能神教会的带领和骨干分子一网打尽，缴获教会的奉献款，那你们可就立大功了。你的上层带领是谁？教会的钱放哪了？他妈的！问了你这么多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赶紧交代！你以为不说，我们拿你就没办法了？哼！
你嘴硬，老子今天非要撬开你的嘴。没有人能过我这一关。前2天还吊死2个。带过去。好好享受吧。老实点。神啊，我不行了，求你救救我！你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，得为神做见证。苦再大，也应走到底，哪怕最后有一口气，也要为神忠心，任神摆布。这才叫真实爱神，这才叫刚强响亮的见证。神啊，我明白你的心意了，就是被吊死，我也绝不屈服撒旦。哎，怎么样？享不享受啊？站起来。快点！不许靠，站好。站好了。站好，科长。怎么样？这吊铐的滋味儿不好受吧？想好了没有啊？其实啊，我也不想这样。如果你肯跟我们配合，还用受这些苦啊？啊？
这做人嘛，就得识时务。为了一个信仰，把命丢了，这值吗？啊？你信神，可是政治犯，是国家要犯啊！你再这么顽固不交代，不光你要坐牢，你丈夫也得被单位开除，就连子女也不能考大学，不能考公务员，子孙3代都要受牵连啊！你不能为了自己信神，连丈夫和孩子的前途都不管吧？啊？你不说，孩子就得跟你在这儿一起遭罪。你忍心呐？只要你告诉我们教会的钱放在哪了，我们就立马把你和孩子放了，怎么样？不许睡！不交代还想睡觉，门儿都没有！把眼睛睁开！不交代，他妈的熬死你！只要你把知道的情况都交代清楚，马上就可以回家。怎么样？他妈的！我好说歹说，说了这么多你也不开口啊！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好，老子给你换个地方。到了那儿，你可就没这么轻松了。老子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过来。把他带到蛇坑，扒光了衣服丢蛇坑，看他说不说。生啊，我心里很害怕，求你加给我胆量。我的神差遣使者，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。但夜里被丢进狮子坑，神不许可，狮子都不咬他。我的一切不也在神手中吗？带走。喂？什么？好，紧急安检，我们走。把他带过去，看好了。是。喂？孩子怎么了？正在抢救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走。神啊，是你保守了我，使我脱离了深坑的患难，我感谢你。这都4天了，肚子饿了没有啊？你把你知道的都交代清楚，说出教会的带领和教会的钱在哪儿，马上就可以吃饭。我们再通知你的家人来接你回去，怎么样？啊？
想好了没有啊？换地方。在上面签字，按手印。科长，跟老子斗！你以为不开口就行了吗？老子照样定你的罪，判你个10年8年的。带走，走，走。是。带走，走。快走！张辉肯定要死在这儿了。沈大，叫你保守我的心，誓死不当犹大，站出见证来羞辱撒旦。薛哥，这个硬货就交给你们了。你现在交代还来得及。教会代理是谁？奉献款放哪儿了？我没有犯法，没什么好交代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这些畜生！畜生！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？谁他妈敢报应？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们想怎么弄你，就怎么弄你。啊！不错嘛。别碰我！说不说？不说，今天晚上我让你好好的快活快活。爽不爽啊？啊？滋味不错，很享受吧？赶紧交代，说。不错嘛，还他妈挺有弹性啊！我试试。舒服吧？啊？哥给你揉揉啊！翻过来，来吧！
帮你揉揉。手感不错嘛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再不好好配合，接下来会有更大的苦头等着你。说不说？不说，说赢你好受，快说。说。怎么样？交不交代？教会的奉献款放哪儿了？说，快说。嘴还挺硬，好久不信，整不服你。他妈的！怎么样？这滋味不好受吧？只要你说出奉献款的下落，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。啊？要不要我陪你好好玩玩？魔鬼！你说对了，我们就是魔鬼。老子今天就要你见识见识。什么是魔鬼？魔鬼！妈的，躲得还挺快嘛啊！你不老实交代，老子今天你越挣扎就越好玩儿。哎呀，爽不爽啊？说不说啊？赶紧交代，教会钱放哪儿了？教会带领是谁？说，你还挺硬，还不说？叫的老子好舒服哟！你们这些邪灵魔鬼，你们就是整死我，我也不出声。再来一次！赶紧说！还他妈挺能扛，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！教会钱在哪儿？教会带领是谁？快说！说！不是你今天收拾不了你，说！快说！老子今天非要把你整哭！
又他妈晕了。说吧，我们会替你保密，你们教会的人不会知道的。说吧，快说吧。不说，我们就电你的下体，那你可就废了。以后你就不是女人了。说不说？求你嫁给我力量。刺不刺激？舒服吧？啊？是不是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咬啊？教会钱在哪儿？教会带领是谁？快说！不说，我们就慢慢的玩死你！老子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！让你的神来救你啊！你的神在哪儿呢？就是啊，来呀！老子就是神！说！歇会儿。神啊，我实在不行了，求你救救我，求你救救我。撒旦摧残我至极，我看透恶魔嘴脸，千古仇恨岂能忘？宁死不屈服撒旦。身为拯救人，道成肉身，受尽屈辱痛苦。我享受深爱太多，唯有环保岂能心甘？世人就当站起来，干涉性命见证神。人虽破碎心更坚，为神尽忠死而无憾。就是顺服至死，也要满足神一次。就是顺服至死，也要满足神一次。
不向魔鬼屈服，就是把我折磨死，我也要站住见证，羞辱撒旦。旭哥，这回可交代了。薛哥，醒了。怎么样，嘴还硬不硬了？说吧。老子还不信撬不开你的嘴！教会带领是谁？放下管在哪儿？说！这是铁嘴钢牙，老子也给你撬开！老子倒要看看，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老子电锅硬？说！说！继续！说不说？啊！这你嘴硬，说不说？赶紧交代！说！说老子电死你！快说！赶紧交代！说不说？不说，老子今天让你死在这儿，干脆你也白死！说！走！你死吧！快说！说！让你活你就活，我让你死你就死，你的神也救不了你。
稍不小心就会失脚。因为这部工作不同以往的任何一部工作，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。神做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，话语成为爱心，话语成为生命。那道人到北京老练，具备高于我的信心，需要人都受极大痛苦，百般的折磨。无论何时都不离开神，当人都顺服至死，对神有极大的信心。神的这一步工作，就算结束了。神的这一步工作，就算结束了。妈的，老子算是服了。这娘们儿是他妈钢铁铸成的，整都整不死。算了算了，我得休息会儿。神啊，感谢你让我看见异象，加给我力量，带我度过了难关。我现在更有信心了，不管受多大痛苦，我都要站住见证，荣耀你。不能再审了，不然人死了，我们也不好收场啊！真他妈丧气，碰这么个硬货。先关进看守所，再想想办法。这人是姓沈的，好好教育教育他。哎，知道了。往里挪挪，别挡门口。吃饭。吃。他妈的，还敢吐！吃。嫂子干，咽不下。少他妈废话！
让你吃你就吃，给我吞了，咽下去，咽下去，吃，咽下去，吞了，吃，不吃看怎么收拾你。吃。你下来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哪那么多废话？下来！坐好了，放开我！对，老实点。今天啊，让你们瞧瞧姐的手艺。好。想看什么造型啊？他是信神的，给他剪个仙姑型。好，仙姑型，快过来。给你换个新发型，高兴吗？哟，多漂亮的头发呀！你看，这样像不像个道士啊？像！给他剪个道士头。好，抓好了。再来个尼姑型的，再来个包扎式的。叫你姓，叫你姓，我叫你姓，叫你姓。在苦难临到的时候，你能够不体贴肉体，不埋怨神；在神向你隐藏的时候，你能够有信心跟从神。以往的爱心还不变，不消失。无论神怎么做，你都任神摆布，宁肯咒诅自己的肉体，也不埋怨神。临到试炼时，宁肯忍痛割爱，流泪痛哭，也得满足神。这才是真实的爱，真实的信心。神啊，无论遭受什么羞辱、痛苦，我都要跟随你。我恨透了大红龙，大红龙越折磨我越要爱你，满足你。科长查到了，她叫陈新杰，家住江西九江，丈夫开一间修车铺，女儿上高一。235到，接近，进去。你们怎么把人折磨成这样？信杰，坐下。
带过去。走。欣姐，夫人有身体接触。哎，坐下。你咋被折磨成这样？你怎么受得了？朱科长说了，只要你把知道的说出来，咱就可以回家了。对嘛？你只要说出保管钱财的家，说出你们这上层带领，马上就可以跟你丈夫回家。哎，郝月啊，给你妈妈说说话。妈，月月，你在哪里啊？老师同学都说我是邪教头子的女儿，他们都欺负我，不理我。我每天都躲在教室角落里哭。妈，你现在怎么样啊？他们有没有打你啊？我好担心你，好想你啊！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，妈？要不要把你女儿也叫来呀？说吧，我们的要求不高，你只要说出一个保管钱的家，就一个，你们一家人啊，就可以团聚了，啊？月儿，别难受了，妈不会有事儿的。今天我们就回家了，别哭了啊！要不就说点无关紧要的事吧。不行，我不能当犹大，不能背叛神。神啊，我心里很痛苦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胜过撒旦的试探。我民应时时防备撒旦的诡计，为我把守我家中之门，免得上了他的圈套，后悔也来不及。你说你这一被抓，一家人都跟着受牵连呀。你女儿还这么小，就跟着受这些苦，这给孩子带来多大的伤害呀！你要再顽固下去，你女儿上大学的资格都得被取消。你这不是把孩子的前途给毁了吗？啊？共产党迫害我们信神的人，为什么牵连家人孩子？你们抓捕我，折磨我，现在连我的家人也不放过，还要取缔我女儿上大学的资格。
剥夺我丈夫的工作。你们这么做合法吗？我们这个家被毁，孩子受这些苦，都是你们做的孽。你们还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，真是歪曲事实，不知羞耻。欣姐，有些话不能说。朱科长让你交代，你就交代吧。啊！你知道做犹大背叛神是什么后果吗？那得有多少弟兄姊妹被抓捕受酷刑？得有多少人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？我为自家团圆做这种丧良心的事，那我还是人吗？我还有脸活着吗？你回去吧，我是不会背叛神的。真是个神话分子！你肯定是个大带领。走，欣姐，走，欣姐，欣姐。妈，这都1个月了，1分钱没捞着，连个人名也没问出来，真是白忙活了。我看啊，对这种神话分子，还是酷刑最管用，就得狠狠的治。对，反正中央都下令了，打死白打死，还有啥好顾虑的？我看也是。打死他你们就高兴了？我们的目的是要撬开他们的嘴，找到教会的钱和上层带领。对这样的硬茬子，光用酷刑有用吗？不讲究点策略，能成事吗？我就知道科长有办法。还得给他们换个好地方。进去。胡一琴，出来。疼死了！我挠挠，我给药，这不是要了命了吗？是。看什么看？滚后面去！要是不去的话，你怎么又进来了？还不是因为点嫖客吗？点不够数，把我抓进来。妈的，把我们当摇钱树了。可不是吗？共产党这些狗官嫖了老娘，还把老娘抓进来，都他妈得该死！哎呀，我们去哪儿去？气死了！这哪是人待的地方，就是个病毒坑啊！要是被传染上性病、艾滋病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还怎么尽本分？呀，你这太挤了，上我那睡去吧，我那宽敞。哎，走吧，来，走吧。什么破饭，跟猪食一样，猪食都比这强，根本就不拿咱们当人待呀！又吃到啥？越吃越香，一缺。
天警察把我和孩子分开，不知道把孩子带哪去了。等再见到孩子的时候，孩子的头、脸全都被抓烂了。后来我家亲戚把孩子接回去了，连个孩子都不放过，真是禽兽不如。咱们经历这些失恋患难，就得为神站住见证。要是咱们站立不住，羞辱了神，那咱就失败了，就受亏损。被监规第2条，听到起床，信号后立即起床，停！你他妈是猪啊！背多长时间了还磕磕巴巴的？到墙根站着去！快点儿，过来，站过去，手抬直了，腿，让你不好好背监规。陈希杰，到。背监规第6条。第6条，对他人违反所规的行为，要及时的劝止，并报告工作人员，不准背得太慢，你也到那边站着去。看什么看？哎，我看算了，你看他伤那么重，别罚他了。回去吧，下回好好背。下一个，孙晓峰。哎，妹子，你这手腕伤得挺重吧？哎，我会按摩，来，我给你按按吧。哦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反正这也是闲着，这多按摩按摩，对你手恢复啊有好处。哎，妹子，听说你是姓全的神的啊？其实啊，我婆婆也是姓全的神的。那时候我也想信来着，就是生意太忙没时间。哦。哎，妹子，你给我讲点信神的事儿呗。你真想信神？啊，想啊。信神最主要的就是真心相信神。咱们在这里也读不上神的话，就只能多祷告神，把一切都交托给神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你说的对，信神啊是挺好的，信神的人还能互相帮助，都有爱心。教会里还有奉献款，能帮助贫穷的弟兄姊妹。我真羡慕在教会里做带领工人的。哎，妹子，你是带领吧？这些事跟信神没关系。你要真愿意信神，我给你讲讲神怎么做工拯救人吧。也行。这个陈新杰嘴严得很啊，你先看看他的资料。我已经和拘留所打好招呼了，他们会配合你的工作。停水了，你们都去水池打水，排好队啊！快点，快走！哎，小陈，
小陈，我是你老乡，过来一下，我给你写了封信，你看一下。给我回信呢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帮我把信给他。哎，妈，你捡回来了。我不要。我帮你看了啊。姊妹，我是因传福音被抓的，被判了1年半。又是个姓沈的，没意思。姊妹，我是因传福音被抓的，被判了1年半。你也是传福音被抓的吗？警察为了逼我出卖教会，一个劲儿的酷刑审讯我，还给我洗脑，在这里真是度日如年。姊妹，你也受了不少苦吧？不管撒旦怎么逼迫，我们都要祷告神，为神站住见证。在这苦难的环境里，我们更需要彼此帮助扶持，共度难关。如果方便，请给我回信。难道他真是信神的？要不要给他回信呢？再给我烧个2包饼干。不行，我不能盲目做事。神呐，我看不透这事，愿你来显明。你们务要时刻警醒等候，多在我面前祷告，对撒旦的各种阴谋诡计要识透，要认识灵，认识人，会分辨各种人事物。大家赶紧集合了！集合了，集合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陈，信。后面，快点！哎，前面那个叫黄国华，是派出所当官的，前段时间还嫖过我呢。哎，你认识我？哟，这大红龙真是诡计多端呀，太卑鄙了！神啊，感谢你的看顾保守。陈英杰，到。接见。姊妹，来，快坐。哎，来，快坐吧。坐吧。哎，警官，能把他手铐打开吗？我们想单独聊聊。嗯。哎，谢谢啊。姊妹，我们是你老家宗教局的，是专门过来救你的。对。你知道吗？你马上就要被判刑了。是啊。这可是你出去的唯一希望。你得感谢主啊！来，我们先做个祷告，再慢慢说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全能神啊，我不知道撒旦又是用什么花招，愿你赐我聪明智慧。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！姊妹呀，咱们都是主内弟兄姊妹，
都是一家人。是啊。啊。你信主多少年了？都到哪些地方传过福音呢？是啊，没准啊，我们还去过呢。嗯。你家人信不信主啊？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这次来啊，就是想救你。嗯。听说你信全能神，你已经走错路了。全能神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只有主耶稣才是基督，才能拯救你啊！阿门。你说你信一个人，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能得着主承许吗？能被提吗？他肯定不能啊。嗯。你现在被政府抓捕审讯，又受酷刑，这就证明你信错了。嗯。你要是再不悔改，到时候不光要被判刑坐牢，还会失去进天国的机会呀。那你不白信了吗？你们说我信全能神信错了。是啊。那你们的根据是什么？是根据圣经说的，还是根据神的话说的？还是根据你的想象，根据共产党的宣传说的？你们一开口就定罪亵渎神，难道你们不知道亵渎圣灵的罪，今生来世不得赦免吗？你见证全能神是真神，是主耶稣回来了，那你有什么根据呢？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我信全能神，是主耶稣回来了，就是根据全能神的说话，都是真理，是神的声音。全能神发表了使败坏人类得洁净、蒙拯救的一切真理，揭开了神6000年经营计划的奥秘，把世界黑暗邪恶的根源，人类被撒旦败坏的实质真相都揭示出来了，也将人类的结局归宿都告诉给人。全能神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，解决人的犯罪本性，拯救人彻底脱离罪恶，把人带进神的国度。请问，这些工作是一个普通的人能做到的吗？一个普通的人能发表真理，能做拯救人类的工作吗？全能神发表那么多真理，做了这么大的工作，你们都看不见，这不是太瞎眼愚昧了吗？不管你说的多么好，你看你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，全能神保守你了吗？拯救你脱离苦难了吗？你不还在受共产党的监禁吗？你要再这样顽固下去，不但要坐牢，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，这值吗？我们在三自里信主，有宽敞的聚会场所，有政府支持，这难道不比信全能神强多了？你为什么就认准一条道走到底呢？是啊，你现在回头啊，还来得及。你只要承认信全能神信错了，向主认罪悔改，主耶稣会赦免你。政府呢，也能对你宽大处理，让你回家，跟我们一同到教堂里信主。这是不是好事啊？你们认识主耶稣吗？我敢说，你们不认识。你们信主耶稣的名，但你们不认识主耶稣那灵，更不认识主耶稣说的话。主耶稣说：“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，将要失丧生命；为我失丧生命的，将要得着生命。”启示录也说：“唯有胆怯的
不信的、可憎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，这是第2次的死。因着害怕共产党迫害，就不敢跟随神，这能得到真理生命吗？我们没有共同语言，你们也不用在我身上费心思了。我是不会背叛神的。你就是个顽固不化的东西。哼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快点啊！后面的跟上。站好了。后面那2个是信全能神的，你们照顾一下。你们3个吃饭去。 快点！你们俩，跟我来。站好了，把衣服裤子脱了。干什么？ 我让你脱什么？干什么？老实点，有没有人性？放开我！又开始整了。把衣服拉。哎，让开！还有你，这犯什么？你们这些鸡巴！老实点！啥症状？问啥话？你这是问我？你说啥症状？哎，发疯了！起来！站起来！我让你给我站起来！站好了！双手抱在脑后，抱在脑后，快点，抱在脑后，打开，给我打开。腿岔开。犯法有法律制裁，也不应该当众扒光衣服羞辱人家，这也太缺德了，真他妈的流氓！面向所有人，连续做下蹲动作。看什么看？蹲！快点儿！蹲！蹲！快点蹲！哎，快点！起！看见没有？他们2个就是信神的。哼，活该，不知羞耻，耻辱！如果你们也去信神，下场和他们一样，听见没有？蹲！哎，
你信神？神在哪儿呢？对呀，还信神呢？祷告你的神呢？就是。祷告啊！我看看你的神怎么救你。起。人家信神也没犯法，咋能这么羞人呢？蹲。这些警察太闲了，真是畜生。起。蹲。起。走快点儿，站过去。我让你信，打死你！信，让你信，踹死你！信不信了？哎呀，让开！给我起来！打死你！我让你信！妈的！起开！妈的！起来！让你信！我让你信！走。赵子文，是，我没事。妈的，你俩还敢说悄悄话？给我起来！把衣服脱了，快点，别磨磨唧唧的，快点！站好！敢动一下，我收拾你！这可不是我整你们，这是警官说的。你们信神，就得受重罚，就得低人一等。所以，现在罚你们受冻，你们可别怨我。给我站好了，站直了。动什么动？动一下，打一下。
冻了快2天了，一顿饭都没有吃。他们是想把我冻死、饿死呀！神啊，求你加给我力量，使我能忍受这些痛苦。行了，不站了。起来，干活了。快点！都别磨磨蹭蹭的，手都麻利点。干快点！你他妈的干快点，在这会时间呢，完不成任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几天必须把这批活赶出来，你们得抓点紧呐。是。上个月你们车间就没完成生产任务，你这组长还想不想干了？再这样下去，你也得被加期。哎，别！哎呀，我还想早点出去呢。哎，你放心，这个月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谁不好好干，就给我往死里治。出了事儿，我兜着。明白。都干快点啊！干不完都别想睡觉。哎妈的，你还不睡着了？你给我过来！睡，不让你睡，你睡不睡了？滚回去！快点！谁再犯困，和他校长一样。起床！站过来！快点！快，起床！快点！妈的，一天就让睡2个小时，快拿咱当赚钱对象，早晚把你死在这儿了。完不成任务，害得老子又被加期。我今天我整死你！我整死你！我整死你！叫你打死你！你们也想挨揍啊？都给我快点干活！就打死你！好，给我拉着他！你他妈干这么慢，车给我过不去是不是？出来，扫进沟站着去，弯腰，双腿伸直，挨到脚腕，头低点儿，再低点儿，腿伸直。
给我精神点儿！这批活明天就得交，干不完的加班，不准睡觉。还加班？你怎么知道？这秘书做的对吗？想挨罚是不是？翻工！快点快点，吃完饭赶紧干活了。这些魔鬼整天整宿的逼着人干活，不把人累死不算完呀。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鬼地方呢？陈一姐，妈的，你完不成任务你还想吃饭？给我出来！没有，转圈儿。蠢货！他妈的，混蛋，250！他妈的，蠢货！你他妈的，这件任务就是因为你们这些250才完不成的。到时老子要被夹期了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到点了，收工。我怎么就不开窍？怎么就做不好呢？哎，这是主在熬炼你，这是主的爱。原来方敏是信主的。这活干不好还要加期，在这里我该学什么功课呢？彼得信神是追求一切满足神，追求顺服一切出于神的，刑罚审判他能接受，熬炼患难生活的缺乏他也接受，一点怨言没有。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爱神的心。这不是爱神之极吗？这不是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了吗？或是刑罚审判，或是患难，你都能达到顺服至死，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达到的，这才是爱中的纯洁的成分。人如果达到这个程度，那就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，这最能满足造物主的心意。我不应该总是要求早点出狱，免除这痛苦。神为我们受那么大苦，我应该顺服神，应该有受苦的心志，为神做见证。快点干！你他妈快点儿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嘿，起来，醒醒，起来，别他妈装死。
来。到时候给你右手突发暴病，可不。说什么呢？赶紧干活！完不成任务，就给你们加期。快点！本来干起就慢，还不抓紧？神啊，我想给方敏传福音，可找不着机会。什么时候给他传合适呢？听好了，今天缺货，干完活都回去休息，到时候听通知。太好了，从来没缺过货，怎么一下就缺货了呢？终于可以歇会儿了。是，快快快！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走。你是说？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。对。我听牧师说，全能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你们信全能神，其实就是在信人呢。怎么样？我看你也是好人，我劝你呀，还是谨慎点吧。姊妹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圣经里多处预言，主末世再来是人子显现。人子在外表看，不就是普通的人吗？那我们该怎么分辨是不是主回来了呢？最主要得会听神的声音。你看，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外表看也是普通的人，但他能发表真理，能救赎人类，所以他是主。是基督，全能神发表了几百万字的真理，你说要是人，能不能发表这么多真理呀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我就考察考察，你再给我讲讲吧。我给你背段全能神的话，你听听是不是神的声音。终于出狱了，神啊，是你拯救我脱离了监狱，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！神啊，我还要继续跟随你，就是再被抓坐监，我还要顺服你的摆布安排，为你站住见证，羞辱撒旦。
们极大的爱心，稍不小心就会失脚。因为这部工作不同以往的任何一部工作，生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。神做的就是话语成为信息，话语成为爱心，话语成为生命，达到人都白金熬炼，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。需要人都受极大的痛苦，百般的折磨。无论何时都不离开神，当人都顺服至死，对神有极大的信心。神的这一步。